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中醫幫到你。今集嘅主題係生蛇是驅邪外出，不要驚，不要亂。之前拍過一條片，叫做生蛇很痛怎麼辦？咁啱有兩位生蛇嘅患者嚟求醫，我哋幫呢兩個患者起化名啦，一個叫佢做秀珠，一個叫佢做美玲啦。秀珠嘅蛇咧生喺左手臂，而美玲嘅蛇咧就生咗喺右額角。兩個人食咗中藥之後，水泡都增加咗，但係疼痛咧就顯著減少咗。水泡增加咗咧係好現象嚟嘅，唔好驚，唔好亂。秀珠同埋美玲點解突然生起蛇上嚟呢？中醫嘅角度睇咧，其實係由於兩人身體裏面啊積聚咗好多濕毒，而兩人與生俱嚟嘅抗病能力，即係中醫講嘅正氣啦，就想將呢啲濕毒由身體裏邊驅逐出去。當濕毒由體內被驅逐到皮膚嘅時候，正氣卻不足以將濕毒一舉由皮膚掃蕩出去，皮膚於是就會發紅、疼痛同埋出現水泡啦。呢個時候就係我哋所謂嘅生蛇。換言之，所謂生蛇其實係身體嘅正氣想驅邪外出，但係力量就唔足夠，以致濕毒停滯咗喺皮膚嘅表現嚟嘅。咁秀珠同埋美玲食嘅中藥，目的其實就係幫助佢哋嘅正氣一臂之力，將濕毒由皮膚掃蕩出去。因此佢哋食咗藥，水泡增加咗，同時咧疼痛就減少咗。正正就係濕毒被驅逐出嚟嘅好現象。當濕毒排乾排淨啦，水泡就會消失，而生蛇就痊癒啦。如果秀珠同埋美玲唔食中藥，而係食抗病毒藥物嘅話，咁紅斑啊、水泡同埋疼痛都會消失嘅。咁係因為被正氣驅逐到去皮膚上面嘅濕毒咧，又重新被推返去身體裏面啦。即係話原本身體裏面嘅濕毒已經被正氣驅逐到去皮膚上面，咁食咗抗病毒藥物之後，又被重新推返入去身體裏面啦。結果雖然生蛇嘅症狀係消失咗，但係就白白失咗一次將濕毒由身體裏面排出體外嘅難得機會。點解有一啲患者食咗抗病毒藥物之後，蛇雖然消失咗，但係又同時出現可以長達幾年嘅生蛇後遺痛症，叫做帶狀疱疹後遺神經痛。原因正正係由於濕毒重新被推返去身體裏面，造成氣滯血瘀嘅結果。問大家一條問題啊，假使大家屋企嘅客廳出現咗一堆垃圾，有兩個做法可以將客廳恢復乾淨嘅。第一就係將垃圾掃出去屋企門口，第二就係將垃圾掃咗入去梳化底下面。大家會點樣選擇呢？好，今次講到呢度先，下次再見。支持中醫幫到你，讓中醫智慧家傳戶曉。請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開去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以後就會收到最新片段㗎喇。